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这是最得好的信息。有上帝甲咱同在，因为咱现在是伫非常的时期啊，因为这个病毒仍然伫世界当中啊，非常的猖狂，非常的厉害啊！咱逐个人拢伫家庭内面啊，伫厝内啊，规日伫厝内来休息啊，无随便走，因为现在这病毒啊，伫世界仍然的真厉害，所以咱求主啊，互咱这个吞忍的心啊，来好好保护家己，来求主啊保护咱啊。咱今仔日吼，三合伫遮来敬拜主，咱也是会想到怀伫苦难当中，咱为因祈祷，为着喺苦难当中的人，即阵啊伫边厝的啊，有一个朋友的老母啊，伊得着即款新冠病毒啊，伊去了规若间的即个医院吼，拢毋接受伊啊，到最后呢，伫即个另外一个所在，或者伫厝内离开世间，吼，所以咱看真侪真凄惨的代志发生，啊，无论是少年、中年、老年，咱拢有危险的时期，所以咱特别得小心，求主保守咱，啊，将神的话放伫咱的心内，咱的心内定定会记得，咱是信主得救的人，主甲咱同在，赐予咱这个新的生命，就是永生啊！上帝也是予咱一个真重要的这个身份，就是成做神的儿女。虽然咱仍然活伫这个世界上，咱也是拄着各款的灾难，因为咱现在仍然是伫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咱徛伫这个世间呢，亲像做人客。咱是暂时徛伫即个地顶，咱永远的家是伫天顶，有上帝永永远远的甲咱同在，迄搭的荣耀，迄搭的平安，迄搭的有主甲咱同在，来享受属天的快乐甲福气。所以咱啊，毋免惊，这是只是各款的困难，只是一个暂时的而已。求神来甲咱同在，互咱力量，互咱心中无惊吓，有迄个力量伫咱的内面。咱三合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阮来到你的面头前，伫这个圣日，三合甲众兄弟姊妹，无论因这个是伫什么所在，伫什么国家内面，伫什么款的环境内面，主你拢甲因同在。求主你加添因的力量，加添因的信心，特别赐予因迄个心中的迄个平安，也互因相信主无离开因。阮这个肉体伫这个世上只是暂时过渡而已，主啊，有一日阮要到你迄个永远的家，甲你同在，来享受属天的快乐甲福气。主啊，阮为着怀伫病痛当中的人来祈祷，减少因的痛苦，因的身躯顶面的疼痛，也互因灵内面有主你圣灵的同在甲安慰，感谢你。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你，求圣灵借着你的宝贵的话语来加添阮灵内面的力量，来成做阮生命的粮食。好叫阮伫世间的年日来荣耀你，安尼祈祷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山间都是真善言语，证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流血洗我罪污。
生命之道极奇妙，我竟独行不动摇。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战胜应许尽在圣经，北极竟是来生，是我产业成我诗歌，做我安处明灯。生命之道极奇妙，我竟独行不动摇。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战胜言语满有能力，主必亲自成全，必经根宝必密耕田，永远安定在天。生命之道极奇妙，我竟独行不动摇。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我愿天天查考圣经，昼夜思想遵行，真理圣灵开导我心，使我始作更正。生命之道极奇妙，我竟独行不动摇。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各位兄弟姊妹，本主日所要讲的题目是以色列啊，你着听；以色列啊，你着听。Hear, O Israel， 这就是今仔日所要传讲的信息。咱中国古代啊，有真侪种个真有意思的这个名言啊，这名言啊，对咱人生也是有益处哈。譬如伫这个古董书内面啊，就是董太宗对魏征的评价内面啊，就是《魏征传》内面啊，有几句话对咱实在真有意思啊，互咱世间一个警醒啊。伊讲安尼，伊共有三句话。头一句说以党为镜，可正衣冠；第二句以古为镜，可明形体；第三句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我小可解释者，以党呢，正做镜，咧照镜的镜。古早时的镜毋是咱现在用玻璃所做的，后壁抹一层像个水银，咱照起来真清楚真明。古代的时阵伊的镜是用铜然后甲磨较金磨金磨较真平真幼磨了就会装做镜来照。所以古代用说以铜来做镜说可正衣冠，可以端正咱的衫裤，交咱所戴的帽
咱要出门的时阵，爱招囝看我的某有姊有侄某，古早时计有某男的计有姊某。那么衣冠呢？这个衫裤呢，看有正无还是有倒即粒紐袂记咧紐咧所以这个以童为镜来整衣冠。第二句以古为镜，古是古早时古代的人古代的历史为镜可明兴退。古早时有真侪国家，有的强有的弱有的敢若是因那强，敢若是因那衰败是因的历史在古代历史，咱像一面的镜可以明白因的兴退。兴就是兴旺，退就是衰退。敢若这个国家会兴，敢若迄个国家哪会败就是来以因的历史行为来做一面镜一面镜互怀国家来对照。第三句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咱若看到别人因敢若有得有失，会成功会失败，敢若是因的行为敢若会安尼就是咱以别人会成功还是失败有好还是歹，咱伫行为顶面以别人来做咱的镜因敢若成功，敢若因会失败就诚做一面镜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所以今仔日咱活伫这个世界内面有真侪人、真侪代志会发生。有的人失败，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兴，有的人衰败落去有人得，有的人失，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我记得这个朋友的办公室内面挂一幅伫玻璃框内面写几项字，这是因老爸这个主人的老爸伫活的时阵因为做生意成功伊的经历伊的经验是写伫这个玻璃框内面的几项字，大概的内容我袂记得每一字所写的是真准确，但是大概的内容是安尼，讲伊说人要做生意伊说你有偌侪资本就做偌侪的生意，毋通直贷款借钱贷款来借钱来做生意，这是一个真大的风险因为世间的代志就是有不测风云有危险的时期，有人顺利的时期，但是大部分是伫风险的时期人若是贷款的时阵拄着危险的时阵时机无好的时阵，咱的心情咱就袂去平静啦，咱无法通就叫做高枕无忧谈恋一生就是无法通真平静咯。看到怀利息愈来愈贵咯咱心内袂平静，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危险，是一款的警告那么咱看以色列人因出埃及过红海，经过曠野，拄着的风风雨雨，所拄着的遮代志各款的危险上帝都一一为因解决，来战胜各款的困难但是以色列人却是常常对神的不信任，常常的埋怨，常常的反叛上帝，藐视上帝的大作为上帝行真侪神迹奇事，伊不买账来论断批评，甚至叫摩西领袖在起冤家。所以以色列人因的经历真做咱一面的镜，来照亮
互咱看来检测了后，对咱现代的信徒也是属灵上来帮助咱实在有益处。所以伫今仔日这个题目以色列啦，你着听哦，听什么呢？所以记载伫圣经第5本册叫做《生命记》。生命不是生命的那个生命是生命，生是伸张就是再一次，搁再一摆讲的意思意思就是 Deuteronomy 英文这意思就是 words 的意思，有真侪神宝贝的话这个 words 就是语言的意思。上帝借着摩西讲真侪语言那希腊文这个 Deuteronomy 生命记这个意思就是copy的意思，就是副本抄写还是模仿全面来copy为什么copy呢？因为这一代的人将要过去了，新的一代无经历到所有代志或者未听到。未捌听到上帝向因所立的约，唔知影因为前一代所发生的什么代志，因为这是后来才出世的人，唔知影因为上帝予因的律法是什么，所以摩西在进入到迦南地以前伫摩押这个平原上帝就讲摩西讲，你著将我要向以色列人所要讲的话，你甲搁再重新一摆所以叫做生命记。生命记，伫这个生命记内面大部分呢是讲到3篇的长论，3篇所讲的话。头一篇呢，就是记载是第1章到第4章的43节。这个头一篇的长篇的论述呢，是讲到主要的内容是讲到摩西伊回想以色列人百姓伫40年的旷野生活当中所经历到的代志，甲百姓怎样对上帝的不信任埋怨上帝藐视上帝的带领带力，上帝的神力奇事所以神就要刑罚因所以伫第1篇内面讲到为什么上帝要刑罚伊在第1代的所以无法通进入到上帝的应允之地，就是老牛人甲蜜之地，这个原因伫倒了所以第1篇论述当中是讲到回忆以色列人伫旷野的历史。第2篇是讲到什么呢？就是第4章第44节到28章68节。伫第2篇当中摩西论到这个所讲的话的内容，就是向以色列人百姓就是新一代的人来讲明神对百姓你进入这个这个应允之地应该要遵守神的律法神的典章，神的诫命，好叫因入去这迦南地了后伫这个迦南地有人有法通长久居住来平安得到平安，所以就长期久安伫这个迦南地内面，好因伫这个社会顶面繁荣安康并且得到耶和华上帝的祝福。所以第2篇就是讲到因着遵行上帝的律法伊讲搁再一摆讲到律法的代志一条一条甲伊讲。第3篇呢是27章1节到34章大概的内容是讲到摩西向百姓来重新的来讲到神
向因所立的约重新讲到上帝向因所立的约。说落去，咱人讲到为什么摩西要讲这3篇的长论呢？为什么讲到这3篇的论述呢？兄弟姊妹，你毋知还佫会记得咱过去有讲到，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一共有2摆会数算百姓的人数。头一摆是伫什么时节啊？就是因出埃及了后伫出埃及了后的第2年的2月初1日，伫什么所在呢？伫西乃山的曠野来数算以色列的百姓，所以这初出来的第2年也数算。凡那是20岁以上的有法人出去拍战的，男的、女的无生这个妇女叫囡仔无生再来，伊的人数是603550个人因的人数是侪侪呢，甲当作就是称呼因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百姓。第一代，第2摆的计算呢，就是因伫旷野内面生活了38年了后对头一摆计算因为咱讲40年因就是因为伫头一摆计算是第2年出埃及第2年的2月初1。所以，伊38年的时间，就是要得个加上头2年出埃及，到因头一摆所算迄个2年当中所以加起来是40年所以38年了后漂流的生活地点呢，就是伫摩押平原伫亚利哥城的对面这个所在约旦河东边的河边因驻扎伫遐，搁再一摆来数算伊的百姓，人数有较少淡薄，60万、60几万的人，无参男的无参妇女交囡仔，因为头一代的人对上帝的不忠不信。埋怨、藐视上帝，上帝就刑罚因，无叫因入去到应允之地。只有第二代的人，就是来到计算，这个第2摆计算在20岁以上交在妇女囡仔有法人入去，所以这2代的人无同，因为头一代人因拢知影因对上帝的不忠不信埋怨各款对神的批评，对摩西的批评，然后上帝责罚因袂入去，但是第2代的人因毋知影在上帝的律法，毋知影上帝所立的这个约是啥物，向因的祖先所立的条约是啥物，所以摩西则用以下的话，搁再一摆甲向因讲出来，互因备办心，将来会入去到迦南地时阵因的百姓。要怎样来生活？要怎样来敬拜？要怎样来讨神欢喜的生活？所以，诚做一个纯洁的只有单单敬拜独一真神的这个角度内面。所以，摩西讲的话就是以色列啦，恁着听。为什么
无停诶讲到说以色列啊，恁着听呢，因为上帝要向第二代人所讲诶这话哦，真重要。因着知影，因着需要听，因着需要遵行上帝诶话语。所以大概诶内容，我先读即几节吼，第6章《申命记》第1节啊。那这一段真长哦，我只有读在头到在啊。安尼讲，第1节6章第1节《申命记》，伊讲这是耶和华恁的神吩咐教训恁的诫命、律例、典章，互恁伫要入去过去是过去约旦河过去为业的这个地顶啊来遵行。所以在话哦，其实恁着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为着恁通过去即边应允之地，通来实行，通来遵行神的话。啊，第2节讲，好叫恁甲你会行顺啊，你会行顺，一生着敬畏耶和华恁的神，来谨守伊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互你的日子会通长久。啊，第3节，以色列啊，你着听，着谨守遵行，互恁可以伫迄个老牛人甲蜜之地，啊，通来享福，啊，享福啊，说落去，人所极其增多，啊，这亲像耶和华你的神向列祖啊，你所应允恁的。第4节，搁再讲，以色列啊，你着听，耶和华咱的神是独一的主，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 ，only one and only， 啊，独一的主啊。第5节讲，说你着真心、真性、真力听耶和华你的神。第6，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话，都着记伫心中啊，叫做记伫心中，也着温群教训你的儿女啊。无论你坐伫家内，行伫路顶，倒落来啊，休息，还是起来工作，拢着谈论，啊，也着绑伫你的手顶来做记号，挂伫你的鞋顶做经文啊，又搁写伫你的房屋的门框顶，你厝的门框顶，并且你的城墙的城门顶，迄个古早叫有城，恁的城顶面啊，迄个门顶着写神的话语。对于以上所在经文当中啊，咱有法通归纳几项真重要的话啊。头一点，这个做吩咐是上阿讲的。咱们经文讲，伊说我耶和华啊神，是耶和华恁的神所讲的话，毋是摩西。虽然上帝借着摩西讲出来，但是这是上帝耶和华所讲的、所吩咐的话。第2点是啥物呢？伫啥物所在着遵行在所讲的话啊？哈，伊过来讲啊，伊说，互恁所要过去为业的迄个地顶啊来遵行，就是老牛人甲蜜的这个地。迦南地，所以因带着上帝的这话语甲吩咐啊，过到迄边啊，着遵行啊。上着遵行，
圣经讲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甲伊的行行顺顺拢着尊行。第四，尊行的人到底会得到什么福气啊？所以以色列人若是尊行神的话，有什么福气啊？第一点，伊讲，互你的日子得以长久长寿你的日子可以长久这个日子也可能说恁建立这个国家，伫这个所在有法通长久第二互你伫迄个老牛年甲蜜之地会通享福第二项是讲到恁会有法通享福。第三点，第三节讲，伊说恁若尊敬我的话，人数增多，人数会加添正亲像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允你的。应允你的什么说你的子孙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遮多，这是形容真多的意思。所以佫说咧，佫讲伊说以色列啦，你着听第四节安尼讲，说你着真心、真性、真力听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是你的神听耶和华你的神，毋是怀假神，毋是怀偶像，因为耶和华是咱的神，是独一的神，所以耶和华是咱的神，是独一的神毋是敬拜外邦的神，怀假神，怀偶像。那说落去。伊甲咱讲以色列讲，恁要怎学习神的话神的吩咐第六节甲伊讲伊说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话，拢着记伫心中人若将神的话记伫心中毋是听咧踮即边入去，踮即边出来，咱是得记伫心中，入去向下落去，到心咧。毋过咱常常会袂记咧。用什么办法要甲伊记咧说落去，佫讲伊说第七节，伊说也着温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落来，伫家内行伫路顶，伫倒咧，还是起来，拢着谈论。即搭讲伊说你着将神的话着加死你的后代，你的囝儿。子子孙孙无论你伫厝内，还是行伫路顶，是倒咧，还是起来，拢着谈论这代志咱这 review 会记咧温习伊说着绑伫你的手咧做记号绑伫手咧就是创一个内面有经文经文有写四篇的经节写伫遐。等下我会讲然后迄个是会绑伫手咧，安尼说咱会时时会起来看温习。迄个另外一个是滴伫头遐顶安尼绑咧遮是摕出来温习，常常来读这是上帝教因的而且就写伫你的门框顶，神的话还是城墙、城门顶面咱看因所讲的这代志对神的话怎样会尊重，怎样会认真的学习怎么讲？伊说恁着绑伫手顶，什么意思原来因创一个 box。这个 box， 我顶摆几落年前去以色列有看到有人手咧绑，有绑伫头壳咧，伊这个叫做经文的叫做tefillin 翻译做塔夫林tefillin，因的话语是安尼是迄个 box 内面你会掀开，内面是用羊的皮，羊的sheep
是玉的皮，来写经文，用希伯来文写的四段的话，四段的话，这四段的话是啥物啊？头一段记载伫出埃及记第13章第1节到第10节，叫做 Kadesh One。Kadesh 分做 Kadesh One、Kadesh Two。这个第二段就是出埃及记13章11到16节 ，Kadesh Two 就分别为圣的经文所以是第13章所讲的话。第三个经文就是也是用羊皮写的叫做 Shema One， 就是记载伫申命记Deuteronomy 第6章4节到9节跩话叫做 Shema One。第四段的话就是11章13节到21节申命记叫做 Shema Two。因是挂伫手顶一个咧，甲滴伫一个头，伊写伫厝内的门厅顶，交城墙的门出入会看到咱看因对神是怎样，神的话语怎样的认真，怎样的忠心的咧学习，为着要甲记忆，为着要来消念来纪念所以这是非常的宝贝咱今仔日做神的行日，应该对神的态度是有啥物款的态度呢？咱应该对神的话也是有一款的追求你会记得伫诗篇第1篇神的话语怎样甲咱讲的诗篇第1篇，伊讲伊说毋通不从恶人的计谋，毋徛罪人的道路，毋坐褻慢人的座位，独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迷咧思想，这个人就会有福气。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按时结果子，叶也袂孤单。凡伊所做，真都顺利这几节是非常的宝贝伊讲你着喜爱神的律法喜爱毋是孤单读而已你也个心内伫个喜爱神的话语。兄弟姊妹，你毋知有感觉到，当你将神的话认真的来咧思想的时阵，你的心灵内面感觉有一款的安定感、平静感有感觉有一款烧热这个温暖的感觉你得到内面的假释了后互你的心灵开开，思想开开你感觉非常的宝贝，毋甘放松。有时当你读神的话语，认真去思想的时阵，圣灵伫内面咧工作的时阵互咱感觉神的话语亲像亮光，敢若开咱的目睭，互咱看清楚咱家己的罪过，看起咱家己的软弱，将神的话成做咱生命当中的指南非常的宝贵。所以咱做基督徒着迷咧思想，着听神的话，着迷咧思想。因为咱现在什么叫咱做这个就是电脑、手机占咱大部分的时间但是咱的手机内面也有神的话语咱有录伫内面，咱好好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么伊知道讲，圣经也有讲，说神的话是咱脚前的灯，是咱路顶的光。咱行伫这个黑暗的世代，需要光，需要灯来照亮咱头前的脚步。若无，咱就会跋倒，失足成千古恨咱若跋倒，咱就成千古恨。第三鼓励咱一些圣经伫新约雅各书第1章22节，安尼甲咱讲，只是恁着行道，毋通单单听道，家己欺骗家己。咱来到神的面头前，读神的话，
明白。咱来听做礼拜早经，咱有神的话，咱毋是孤单听，行个目睭看，咱是着甲圣经甲咱讲，咱着行道，就是伫行为、伫生活顶面实行出来，对咱才有益处。不然呢，咱就诚做欺骗家己。因为圣经甲咱讲，神的话亲像一面的镜。咱昨仔头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镜，神的话也是一面镜来照明咱内面的黑暗，照明咱家己毋对的所在，通来得到一个纠正。这个神的话是叫咱着顺服，叫咱着遵行。雅各书第1章第25节讲：独独phải详细察看，phải全備，互人自由律法的神的話，並且時常安尼就視察查看。這個人既然毋是聽着就該袂記的，乃是實行出來，將神的話實行出來，就佇伊所行的代志頂面必然得福。咱的實行出來，將神的話行出來，必然會得到福氣。所以現在兄弟姊妹，神的話甲咱講，神的話語毋是孤單，互咱讀了袂記的。神的話語是非常重要，是咱做一個神的行禮基督徒，咱信仰的根基就是佇聖經頂面。咱生活的指南也是佇聖經內面，所以每一個人來思考默想神的話語親像一面鏡，來反射出咱內心的黑暗，甲咱家己的行為。只有咱來學習、來實行神的話語的時陣，咱心中才有迄個靈內面的力量，有加添咱的信心，加添咱的開力，來增加咱的靈內面的力量，互咱佇這個世界頂面咧行天路的時陣，有神的話語佇咧引帶，加添咱開力。所以提摩太後書3章16節，甲咱講聖經攏是上帝所默示，對伊在教訓咯，督責咯，互人歸正，教導人學義學好，攏是有益處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有比行逐款的善事。所以兄弟姊妹們，有一日咱若是着離開這個世上，當你行的時陣，你想什麼做得好的物件要留給你的子孫後代呢？是毋是真多的財產、真多的金錢，全攏是好的，攏是有用的？但是全攏是暫時的，有啥物物件可能留到永永遠遠的？咱是毋是要留一件啥重要？是毋是教因着敬畏耶和華上帝？是毋是叫教因着將神的話放佇心內？是毋是從細漢的時陣？就向因講到主耶穌的救恩，互因一日也是着相信主耶穌做因的救主。所以申命記第6章第6節第7節，安尼互咱一個鼓勵。伊講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話，攏着記佇心頂，叫咱着記佇心頂，也着溫存的嘉示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咧佇厝內，還是佇路頂，還是佇咧休息，還是啥物，就用各款的方法來嘉示因。所以這是上帝所託咱的話語，互咱佇這個黑暗的世代內面就靠主的恩典，靠着神的話語來行咱人生的道路，
一直到见主的面的日子，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上帝啊，阮的天父，今仔日你借着生命记在话语，你借着摩西来提醒，来将你的话语、你的假使、你的律法、你的典章来假使你的百姓，互因入去到迦南地，会蒙主的祝福，来享受你的恩典。今仔日，阮在新约的信徒，在基督徒，阮仍然活伫这个曠野世间的曠野罪恶的世代内面，有真多危险，有真多试炼，有真多重担，比以往的世代更较厉害。阮为着阮遮后代子孙来祈祷。求神，你甲因同在，要互阮做家中的，将神的话来传授互因，叫因着明白主耶稣做因的救主，互因伫生活顶面敬畏耶和华，因才会蒙主的祝福，伫这个人生当中来荣耀你，祝福因。主啊，阮来为着现在。伫这个疫症厉害的时节，有真侪兄弟姊妹身体会软弱，有的人伫病厝的内面，阮也为着因来感恩。有的人虽然感染着这个病毒，但是一个一个已经好起来了。阮感谢主，求主继续来带领因罪民的道路。阮毋知影头前的道路是怎样，但是阮知影牵阮的手、带阮的路的。是迄位全能的上帝耶和华，是阮的救主，是阮的好牧者，阮就心安理得，因为神无放弃阮，无离开阮。我安尼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